我有個 friend 咧介紹咗隻艾木俾我食咧，我食完咧就好勁啊，好快好。因為我聽落去嘅時候覺得艾木咁搞笑嘅咩名嚟㗎，但係佢係咁叫我食，食咗之後我就覺得屌比你睇西醫真係好好多，因為西醫食嗰啲藥咧會浮下浮下好攰，但係我食咗艾木之後咧，佢唔會浮下浮下，唔會好攰咯，佢係會舒緩咗我同埋即係通咗鼻塞咯，仲要係我食咗之後咧，食咗2日啊。已經收晒鼻水咁滯咯。喂，同埋咧，提你啊，你記得咧，一日食5粒喎。你可以早晚分開食又得，或者你可以一次過拍5粒都得。因為咧，你睇西醫嘅時候咧，都要食一日起碼3至4次噶嘛。但係呢個一日1次都得噶。睇下你試下啦，睇下幫唔幫到你咯。